头等下，咱国内来关心台中，阁传出有国校的野球队教练对学生囡仔不当管教，阁用歹听话侮辱囡仔。教育局和学校即马拢已经展开调查，因为学者是建议讲，教练在培训的时爱加入霸凌，也阁有性平这个教育课程，互教练唔通阁照传统的方式去教。 球局就踩伫球场边，场顶拢无人。台中市丰原区一间国小的棒球队，有球员的家长指控讲，总教练涉嫌体罚和黑白骂学生。学校和教育局拢证实有接到投诉，已经开始调查。接获家长反映，该名教练已有言语不当对待学生，教育局已责成学校加速调查。他经查证属实，将依情节轻重，最终可处以解聘之处分。 教育局讲，这个教练是学校家己请的。今年3月就捌互投诉讲，用校卡去讲学生的肩胛头不当管教。查证了后是事实，记一摆新改。这摆是互家长反映讲，用不当的言语去侮辱学生。人本基金会肯定学校积极在调查，无应该以比赛的名次还是学校的名有做考虑，都凊彩处理，互无适任的人员伫国校走跳。漠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就是如果我们这个观念不翻转。 我们的这些的就是体育班的学生，其实还是会受到很多的暴力对待，包括语言，包括就是体罚。学者建议讲，现行的教练证是单项运动协会核发的，嘛应该进步，把霸凌和性平事件在通识课程加入去，避免教练各用传统的方式去教，结果踏入管教的红线，对师生拢是一种保护。 就是过往教练证的发放，它可能重点放在是你对这个运动专项的了解，或是你的技能嘛。那可是我们相对的，现在随着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变，我们可能对一些比较通识，例如儿少权益或者性平的这样的课程，我想应该还是要适度的加入在我们的培训课程当中，这样才可以保护教练，也可以保护我们的学生。针对个别小孩的部分，那个是比较。 个案，我觉得他不能统盖到说教练对所有的小孩都是这样。不过，有其他的球员家长讲，投诉这是个案，这个教练对其他学生并无不当管教。教育局强调讲，这个教练是1年1聘，若是查证了后发现是事实，上当会当甲改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